你好，我来办理大院手续。你是急诊室护理人员，本爱介等呢。好，爱等日办界健保平方，也是自费产业平方呢？自费产业平方，你爱送人也是等人介平方？送人平方，自费送人平方，收费产业是1日1000个元，做得吗？做得。好，急诊费是350个元，请问你老病人是乜嘅关系？我是假朋友。本麻烦一下日版同意书、老自费同意书。你答不写病人嘅名，你答不写你嘅名，电话老手机号码。呢种是自费同意书，就是爱自费产业1日1000个元嘅平方。请在你答不写你嘅名，和個老病人嘅關係。寫好咧，請你念一下。我麻煩你念一下日版同意書嘅第5點。那係有人們總是成嘅平方號碼，做得本記地嗎？做得。該請你在裡呢叫同意離婚日版同意書嘅第2年放射單呢本意留存。第1年拍攝單呢，請老自費同意書，大院通知單，提到急診，交本護理人員辦理大院報到哦。按樣就辦好大院手續咧。好，謝謝你。唔會啦，唔使客氣。